请问古早话咧讲五旗加甲，会当用来形容什么款的状况呢 ？A. 唔惊困难向前冲 ；B. 互小人陷害 ；C. 一个人互一群人围攻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哇，唔惊困难向前冲，互小人陷害，一个人互一群人围攻。围攻嘅攻，五旗，因为五旗就是迄个水蛭嘛，嘿，五旗，加甲，哎，甲是迄个拉迄大粒的蛤蟆迄无？啊，就甲参甲啊，甲，五旗加甲，嗯，唔惊困难向前冲，互小人陷害，一个人叫一群人，叫一群人是无啊啦，无可能嘛吼，应该是唔惊困难，但是小人五旗要加甲，向害再去加伊只上级啊。五旗加加嘛吼，五旗拢会规阵来啊，因为一只来啊。但可能是一个人去互一群人围哦。对哦，系应该是是啊，五旗加加啊。好，亮哥我讲安尼哦，感觉人。这个前途一片的光明拢亮起来，安尼哦，是，拢亮起来，光明灯拢来啊啦，光明灯个点嘞，但是有些运气歹，还去点光明灯讲庙烧去呢。哎呦，因为你人运气我偌歹啦。哎呦，伊连迄个主神拢甲欺负咧。规矩到了了。好，安尼好。有答案嘛哦？好，你的答案是？是一个人叫一群人围攻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一个人去互一群人围攻，对唔对？来分数。终于第2班咯！哇，光明灯啊！俗语安尼讲啦，就是讲有一阵的这个五旗去夹一只田蛤啊，就咱像讲一个人去互足一人围咧甲拍呢。哦，所以咱讲五旗夹夹。因为五旗常常拢足济斗阵的啦，哦，像我都捌去互五旗输过会啊。啊，你若请问是 A 型啊 B 型？啊，你的血型？我是 O 啊。老师，我认真甲你回答呢。你老师嘛，伊无甲你认就唔是老师。对啦，啊就是迄个场面就咱像讲足济人，一个足济人拍一个人安尼。